7天之后就是少城主卓考，时间紧迫，从基础开始练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教你一招，让你一招制敌。什么招？先把马步扎好，然后抬起左脚，接着用力向前使出右拳。这招得基本功扎实才能发挥作用。三公主武功尽失，少君怎么教她这招？不行，我得去提醒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们要是不想被你们少君送回玄武城，好好待着，看那儿。再来，这回抬起右脚，用力向前使出左拳。继续。你故意的，你就想看我出手是不是？明明是三公主你一次次投怀送抱。不灵。哎，好不闹了。现在是认真的，我教你怎么打败林七。怎么打败？福尔过来。我教你一招，到时候你的分数会比林七高1分。这个时候你们就算同时滚到台下，打成平手，到时候也是你赢得50魁首。天，这么鸡贼，这招怎么练？那你还不凑近点？好，我教你。三位先生，今日叫你们来呢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少城主卓考之事。哎呀，我怎么了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动不动就跪，快起来，起来啊！三公主啊，我等能力有限，平时帮您出主意还行，但是像少城主卓考这么大的事儿，那我们想帮您赢，我们也无能为力呀。三公主，恕我等不能。不是，我不想赢，我要输。输？坐坐坐。哎，快点的。三公主，您真的想输了这少城主卓考？真的呀。哎呦，对于三公主来说，赢难，输还不简单吗？哎，我就是怕我太优秀了，这万一要是赢了呢？哎，我要是赢了武士，这文士跟策论，我要怎么才能输得稳稳当当的呀？所谓田忌赛马，就是拿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去比。三公主只要做好自己，就肯定能输。我要助陈芊芊登上少城主之位。敢问少君，扶持陈芊芊是何用意？陈芊芊头脑简单，不学无术，蛮不讲理，荒唐无度，目无法纪。我身处乐里府，如果陈芊芊当上少城主，我近水楼台能更快把控花园命脉。比起二郡主陈楚楚，陈芊芊成为花园的少城主也更好控制。总之，少城主必须是陈芊芊。她既然不愿意努力，那咱们就给她一个结果吧。